香港嘅街坊注意啦，過嚟內地消費啊，同香港嘅文化同埋習慣咧，可以話係差天共地。尤其是以下幾點講出嚟，可能好多人都唔信。第一，食飯啊，你中意食幾耐都得，哪怕你坐足2-3個鐘頭咧，都唔會有人話你。唔似得香港，人工鋪租咧貴到飛起，嘢都未食完啊，就行埋嚟收台執碟，提醒你嗱嗱聲好食完啦。真係咧，食餐飯仲要激鬼氣嘅。第二，內地嗰度大多數餐廳唔單止允許你外帶食物啊，仲可以俾你叫外賣嘅。譬如嗱，你去食潮汕牛肉火鍋，但係你又想飲奶茶喎，咁點啊？點外賣咯？基本上20-30分鐘就可以送到你面前啦，而且啊埋單嘅時候咧都唔會額外加收你嘅服務費嘅，係咪好神奇呢？第三，洗車整車咧平到你笑，一般嘅洗車都係30-40蚊，只係香港啊1/5嘅價錢，一樣咧咁乾淨企理嘅。咁啊第四啦，食飯埋單可以上大眾點評或者係美團嘅 Apps 嗰度，基本上咧都會有 coupon 可以用嘅，每一次啊都可以慳翻幾十蚊。第五啦，坐的士非常方便兼且優惠嘅，周街都係的士，市區範圍內基本上30-50蚊搞掂晒。譬如嗱，由福田過去南山商圈啦，大約就12公里，基本上45蚊收費。第六，美食亦都相當多，品類豐富，食材又新鮮，甚至乎係超過香港嘅嗱，尤其是人均百零蚊嘅重慶火鍋啦，同埋潮汕牛肉火鍋呢啲，間鋪頭啊都坐滿晒人。咁啊第七啦，按摩揼骨又平又正，正規嘅按摩咧150至到300蚊就可以有2個鐘頭全身理療啦，場地咧又大又乾淨。咁啊至於揼斜骨咧咁就唔清楚啦。第八，全天候嘅配送服務，美團外賣24小時，食品藥品咧乜都可以送嘅，3公里範圍之內免費配送，平均咧3-4個字送到你面前。唔似得香港啊，人力物力乜都貴。前嗰排咧睇新聞仲話，自從順豐同埋拼多多散咗之後啊，啲香港市民咧要自己排成幾個鐘頭嘅隊去攞快遞，你話幾陰功啊真係。所以啊你就明白啦，點解近呢幾年咧香港嘅朋友上嚟內地消費啊，好食好住，食條魚食隻雞啊都新鮮啲嘅，價錢平，服務又好喎，3個人啊食200-300蚊，當作你大爺咁樣招呼，想食幾耐都得啊，環境闊落，裝修又靚。咁你自己話啦，作為一個消費者啊，你會點揀啊？評論區嗰度討論下啦。我係會長，關注我，每日一條片教大家玩轉大灣區。